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星期日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沈志泰。嗱，今日咧我哋繼續咧受到咧東北季候風嘅影響㗎。嗱，朝早咧從維港望出去可以見到呢個雲量都比較少，咁咧都係一個天朗氣清嘅情況嚟㗎。嗱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雖然市區嚟講咧今朝咧都有16度左右，不過留意咧新界部分地區咧個輻射冷卻咧就比較明顯㗎。咁留意咧部分地區咧就喺12度咧或者係以下。咁提翻大家咧，朝早出門口嘅時候咧，記住咧就要着夠衫，唔好凍親啦。嗱，如果睇翻咧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咧，就可以見到其實整體嚟講咧，華南沿岸地區呢個雲量咧都係偏少㗎。咁我哋預料咧日頭咧個陽光咧都會相當之充沛嘅喎。跟住咧，我哋先睇睇今日嘅天氣預測。我哋預測咧就會係大致天晴，留意咧朝早咧就係清涼，日間咧天氣咧就係乾燥㗎。最高嘅氣温咧大概咧就係21度左右。風個方面咧就會係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。嗱，嚟緊嘅天氣咧，可以睇一睇一啲電腦預報。嗱，我哋預料咧嚟緊呢一兩日咧，東北季候風咧就會逐漸咁樣緩和㗎啦。嗱，去到今個禮拜嘅中期咧，華南地區咧會受到一道雲帶嘅影響。咁所以咧睇翻展望方面啦。嗱，留意咧嚟緊呢一兩日咧都會係天晴㗎，朝早咧就仍然清涼。咁留意咧就日間嚟講氣温就會稍為回升咧，同埋乾燥㗎。內陸地區咧個日夜温差咧就比較大。咁去到今個禮拜嘅中期咧，個雲量咧就會逐漸咁樣增多㗎啦。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見。